如果你想喺 Scarborough Highland Creek get 一間靚裝修又有投資潛力嘅獨立屋，呢個機會真係唔可以錯過。物業位於 Morningside Avenue 夾 Highway 401，屬於著名 Highland Creek 社區，環境成熟寧靜，步行就到 University of Toronto Scarborough 校區，鄰近 Centennial College， 而且幾分鐘就直達401高速公路，交通同生活配套非常方便。屋內面積約2000至2500平方尺，設有4房4廁，空間寬敞實用。全屋已投資超過15萬，全面翻新，包括工程木地板、全新廚房同浴室設計，格局光猛舒適。門前有寬敞前廊，後院空間充足，更設有溫室花房，生活寫意又方便。地下室已完成裝修，設有3個額外房間。如果出租俾附近大學學生，仲幫到你增加額外收入，減輕供樓壓力。泊車方面，雙車庫連車道，最多可泊6架車。招呼親友到訪都唔驚冇位泊，優質地段加上投資潛力，機會難得，唔好錯過呀！鍾意我嘅分享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 水晶姐姐會繼續分享心水靚盤。